你呢？我要亲眼看看，什么人敢对我们班家动手！姐，爹，郡主，你们大可放心审问，这酒楼是荣家产业。给我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你们今日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出半个字的。你说不说？花花，几日之前，有人找到了你，给了你一笔钱，让你今日在此等候敬亭宫。此事极为机密，只有你与对方知晓。别装高深，休想套我话。按理说，此事不应该有第三人知道，可为何班郡主早知道今日会发生事情，提前赶到了酒楼，救了人，还抓了你？我不知道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莫非是对方早就想牺牲你这个替死鬼？不可能，石飞仙不会卖我。石飞仙，你休想给我血口喷人！我再问你一遍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我身上有一颗珍珠，是石飞仙所给。不信，你们便拿来看看。石飞仙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班郡主，私闯相国府可是重罪啊，您还是请回吧。班花，你们石家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为什么这么怕我进去？今日我就要把你们石家翻个底朝天！敢做不敢当！你们石家人就这点本事吗？该不会是邪术吧？皇上，兵来将挡，一介后辈女流就把你慌成这个样子。班郡主突然造访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我爹今日在街市上遭人刺杀，我来讨个说法。敬亭宫被人刺杀了，国公可无碍。哎，你要讨个说法，应该赶快去报官才是，怎么跑到我石府来了？因为是你们家石飞仙干的。今日我要是见不到石飞仙，谁都别想让我回去。放肆！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大理寺奉旨查案，无关人等，速速退开！伯爷，这般拜访，您与石相之间怕是再无转圜的余地了呀。刘大人放心，卓某心中有数，今日罪责全由在下一人承担。爷爷，娟儿，此事事关咱们石府门楣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把石飞仙叫出来一问便知。你们石家人有胆子做，怎么就没胆子承认了呢？郡主，你在这京城猖狂惯了，看来是没人管得了你了。今天擅闯我石府，还要提审我府女眷，谁给你这权利？班郡主无权提审，不知大理寺可有权过问？